以老沙入嚟真係叫易發財咯，發咩財哦？而家啲發展人寒咩？教人到化妝，老媽最後尾做你做教狀，還講乜嘅顯言，肖像不能強人鋪裝，強本係自家打自家災國嘛。唉，佢哋馬來西亞真係冇人才啊！我靠人哋90幾歲嘅老人家，靠佢嚟看啊！印尼有太歲在，歐洲要太火在，係咪嘅教狀在一床咯？誒咯，先前間嘅小馬邊個臭用，係個都唔知幾爽，隨啲真係老馬自家來喎。唉，看來要恢復乜嘅紅顏學教啦。我以前啊，讀書嘅時候啊，教狀迄期，見到我孫子嘅教狀又迄期啊，睇你話要講盡條啊，推教狀啫嘛，人哋都冇變機會嘅，用啲佢唔得喎。喂，你都90幾歲喎，係梗係點得啊？阿嫂，對我家有熱鬧，路有熱白，可能佢真係做得好呢，能夠探嗰啲華沙嘅先生。停止趙以為納日發酵，批准督中通考文憑，烏海就烏海啦，冇錯啦。老實博夢都難走啦，準人太灰，起kỳ教出來嘅喎，kỳ教就點，凡言上教就講打玻璃。唉，講到啲亂火百出啊嚇！我哋以前啊，電力支持火箭啊，跟住啊都冇勇氣捍衛華沙同華教。唉，真係失望啊！講到就鬧啊！老實，買年做教狀都無所謂啦，過年啊，開心啲啦！講到過年，我10年來啊，竟然係最冇喜歡啊，一樣孟加利過年，兩邊錢足足啊！講到都係喎。